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过年大春联，像这种细细格格的春联，家己拆开，大家拢会晓念。若甲合起来，到底要安怎念呢？就真有意思咯。先来看这4字：黄金万两，甲合起来，讲读做富，就是好业的意思。俗语讲：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年年起大厝。想要买厝，就打这字富。再来第2字，日进斗金，这字读做中，就是趁钱有春的意思。做田人上界毋忙的，就是好收成、大丰收，逐工拢用规斗的金啊，安尼拨入来。所以若想要趁钱有春，就来打这字中。刷落来，日日有见财，这字读做抽。较早做工仔人拢是做线工，人讲工仔趁，工仔食，若无趁就做客食。逐工拢用舌头通做，就有钱通趁。若阁有外路啊，就会当阁挑一条啊。最后这字招财进宝，读做卯。譬如讲做小生意啊，常常接到大订单，趁到的利润会当互因一家大细食到明年的冬尾，迄就真正卯着咯。以上这春联好格调，有创意，真趣味。乡亲啊，恁兜打倒一张咧？黄金万两富，日进斗金中，日日有见财抽，招财进宝卯。新正年头，祝福咱的乡亲年年好彩头，趁钱拢真牛。